喂，我嚟到奧海城二期中庭，有啲咩？我發現有新嘢。嗱，之前咧我咪介紹過東風 Friday 嘅，不過而家唔係東風 Friday 嘅 REEV。好啦，而家呢部 REEV 係咩咧？其實佢就係 Range Extend Electric Vehicle， 即係話佢係一個更加長續航嘅 hybrid 車型，佢有 engine 㗎。呢部 REEV 咧，其實最大特點咧，佢係油電混合，而且佢嘅電池亦都相當之大嘅。佢嘅電池咧有31.94度電，即係純電可以行到差唔多200公里嘅續航㗎。你可以當佢一部電車咁滯，因為咧佢副 engine 咧只係負責充電嘅啫，但係平常佢都係可以做一架電車。AC 咧佢可以6.6個 kW， 如果係 DC 快充咧可以40個 kW， 即係話唔使1個鐘頭都可以充滿呢嚿電。如果你真係屋企冇快充嘅話，唔緊要，你都可以用3個 kW 嘅 13A 去慢慢充佢，都係10個鐘頭充滿啦。你只要第日返工咪一樣滿電出街。嗱，呢部 Friday 嘅 REEV 咧，其實喺個外形方面咧，好似同純電版冇咩分別啊。但係其實喺細節上咧，有好多唔同嘅。我逐一同你講下有啲咩特別。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呢個更加運動感。運動感喺邊度嚟啊？就係多咗呢個頂架啦。好啦，特別在於咧，呢架車一上嚟咧，只要你袋住條車匙，佢就會自動啟動噶啦。冇 engine start 嘅呢個。嗱，車廂運動感咧仍然好充足嘅，你見到咧有跑車嘅風口啦，亦都有跑車嘅軚盤啦，亦都有跑車唔少得嘅碳纖裝飾紋喺個中控台度啦。嗱，當然梗係有跑車嘅筒凳啦，呢張凳夠包裹，亦都坐得夠舒服啊！嗱，呢個 REEV 版咧，除咗係有大天窗之外咧，個天窗仲可以開嘅，開一截度高，然後仲可以全開一個好大嘅天窗，唔怪之歐洲人咁中意呢個大天窗啊！我都中意啊！嗱，上次咧我都讚過佢個車廂設計同埋佢個座艙空間，不單止係坐得舒服之外咧，腳部空間啊、頭頂空間一定足夠，仲有呢個後面調校嘅冷氣，呢度亦都有 USB。嗱，作為一個家庭用家咧，車尾裝嘢一定係要夠嘅。嗱，而家就咁睇咧，起碼都放到2-3個中喼啊！嗱，尾箱空間咧，呢度咧就已經有480升啦。若果你唔夠咧，仲可以掹低前面張凳，可以達到1480升，搬屋都夠啊！嗱，至於下面，亦都係可以裝啲洗車啊、淋嬸嘢都得。嗱，呢個 Friday 咧用途相當之廣泛，除咗係家庭用途之外咧，譬如日常返工啊，亦都係可以當一架純電車咁用，因為佢續航有200公里，只要去香港充靚電。但係當我喺假期嘅時候，我就可以港車北上入大陸嘅平油啊！喂，我講咗有咁多好處，係咪想嚟呢睇呢架 Friday 嘅 REEV 咧？大家可以嚟呢個奧海城二期中庭，朝頭早10點到夜晚8點，呢度會有一個東風車展。除咗有最新嘅 Friday REEV 之外咧，亦都有 Friday 嘅 EV 啦，亦都有 Nami Box 啦，亦都有 Nami Vigo 啦，仲有2部 ePrime 007。嗱，當然啦，1換1之後咧，好多時個價錢都會變咗啊嘛。不過我知道咧，呢個車展咧仍然有部分車型咧係舊價發售嘅。咦，爭取真係最後嘅機會嚟睇呢個車展啦！